堅實共同憲政嘅國家。所以愛國者其中一個可以宣揚嘅，其實就係憲法愛國主義。呢個係哈伯馬斯嘅詞叫憲法愛國主義。當然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去愛國啦、愛祖國啦、愛民族文化啦、大地河山啦、愛同胞啦、家鄉嘅生活方式啦、愛國旗國歌、太空人、奧運金牌得主等等都可以。而且呢啲對好多人嚟講，主觀上都其實足以承載民族認同嘅，甚至對個人嚟講都可能好自然咁會愛國添。但係當我哋傾緊所謂批判性嘅全民嘅愛國嘅時候咧，我哋仍應該用全民嘅憲政作為共識，作為基礎。愛國主義教育嘅內容首要應該係憲政教育或者憲法教育啦。喺度我想提醒一下提倡愛國教育嘅人士，要注意中國憲法裏邊有啲條文其實係好有趣嘅。譬如話喺前言嗰度有講嘅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嘅統一的多民族國家，要反對大民族主義，主要是大漢族主義，亦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。大家知道人口上中國漢族係最多嘅，但係如果宣揚大漢族主義、大民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咧，其實係違憲嘅行為嚟嘅嚇。當然我哋嘅憲法仲有好多條文啦，譬如話國家尊重保障人權啦，建立富強民主文明嘅社會主義國家啦，國家要發展公民需要嘅社會保險、社會救濟、醫療衛生制度、福利事業，任何組織個人不得超越憲法同埋法律嘅特權。有言論、出版、集會等等自由。頭先講到話，往往個憲法問題唔係佢嘅完美定不完美，而係連不完美嘅條文都話執行得好好。即係不完美，整體上有不完美存在嘅憲法裏面嘅條文，我哋都未能夠執行得好好。係咁樣一種憲法，令所有中國公民嘅愛國主義其實有個大家可以有所依歸嘅根據。所以話任何體現中國憲法嘅中國公民都係中國嘅愛國者。第二點，公民教育。憲法愛國主義咧，可以培養所有公民共同嘅忠誠同埋凝聚力。但係愛國主義教育咧，就唔等於一個國家嘅公民教育嘅全部。一個民主文明、依法治國嘅國家要求公民除咗愛國之外咧，仲要有好多公共美德，譬如公德心啦、參與公共事務啦、公義啦、誠信啦、守法啦、權利義務嘅認識啦、尊重他人啦、寬容異己啦，或者喺公共交往嘅時候嘅合情合理性啦。好多個人嘅美德德行咧，係可以喺家庭社區社群宗教媒體裏邊獲得嘅。但係傳授公共性嘅德行咧，最有效嘅就係中小學校呢個義務基礎教育最普及嘅平台。因為喺學校以外嘅社會機構咧，公共性嘅德行往往係得唔到全面嘅教授嘅，甚至會出現咗反向嘅利私嘅教育。另外咧，因為近年好多人對公民權利嘅觀念有好廣泛嘅理解同埋訴求。以往所講嘅3種公民權，即係法律保護嘅公民權、civic 嘅公民權，譬如話民主參政嘅公民權、political 嘅公民權、社會保障公民權、social 嘅公民權。而家慢慢伸展到講文化公民權、生態公民權、性別公民權、經濟公民權、非國民嘅公民權，甚至為每個人都應該係世界公民。咁呢啲都應該係現代公民教育嘅課題嚟嘅。所以包括愛國主義，但又遠遠不止係愛國主義嘅公民教育咧，係我哋嘅義務基礎教育裏邊必須受到重視嘅必修課嚟嘅。喺每個地方嘅國際學校以外嘅本地人嘅私立學校，亦應該包括呢啲公民教育嘅課程。第三就係歷史文化教育。一個國家嘅建構咧，除咗唔少得愛國教育嘅公民教育之外咧，愛國教育包含愛國教育嘅公民教育，除咗唔少得之外咧，亦離唔開語文啦同埋歷史文化教育。
教語文、歷史文化嘅非常細緻嘅討論。呢度我只可以借一啲學者近期嘅論述嚟到講一下呢個歷史文化教育。大陸學者郭兆光最近講話，佢有個講法啦，我一直有一種擔心，現在講國學會不會窄化為漢族之學，再窄化為儒家之學？如果是這樣，即便不是出於主觀願望，亦很容易跟所謂漢服運動、祭炎黃、尊孔、以儒為經這樣的潮流結合起來，以至於不由自主地推動文化民族主義。中國文化不僅是複數的文化，還是歷史上漸漸積累的文化。可是我們現在不論是主張繼承的，還是偏重批判的，都把傳統文化窄化了、單數化了。中國文化這4個字是需要認真反思和解釋的。中國是有爭議的，文化也是有各種不同定義的。佢又講到呢個歷史係咪就係指王朝史或者國家史呢？佢話：我們也要考慮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，還是不是一個有效的歷史論述單位。中古時期以西域為中心的中亞，就是各種宗教、各種文明互相影響的世界。這樣便打破了僅僅以中國為中心的王朝史體系，另闢了一個歷史空間。我也很贊成把中國、朝鮮、日本、越南等環東海、南海的區域看成一個彼此環繞與交錯的歷史。關於譬如話一般人講所謂胡化、漢化問題咧，佢舉到好多例子，我直因為時間關係，直接個結論話到底係漢族胡化咗定係胡族漢化咗嚇？佢認為都係一個爭論嚟嘅。喺一般大陸所謂民族融和問題上面咧，大陸嘅一個學者馬融就話：當中華強大時，漢人會表現得寬容和開放，但當夷狄強大並威脅到漢人群體嘅生存時，漢人中就會出現狹隘、偏激和排外的民族主義。我喺度睇下佢幾時打中，我呢個好多嘢可以連住喺度連埋，佢唔打中喺度連。另一大學另一大學學者郭建雄就話：南方漢人遷到少數民族地方去同化他們，但係北方嘅漢人呢，就係少數民族遷進之後將佢哋同化咗，咁樣漢族先形成中國同世界人口最多嘅民族。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絕對純血統的民族，在今天的10億漢人中，地道的炎黃子孫反而是少數民族。即係呢度可以睇到，唔單係關係到非常複雜嘅文化間呢個漫長嘅文化同族裔交集嘅過程，而且涉及咗點樣去理解啲文化，點樣解釋啲文化，同埋解釋嗰啲嘅位置喺邊度。中國文化本身係好多維度嘅。我舉例説，有位香港學者宋序五有幾個經濟史家寫過啲文章，比較西漢嘅史記同埋東漢嘅漢書，就睇到僅僅100年多之間，中國已經有好大嘅唔同。史記咧，大家知道魯迅稱史叫史家之絕唱啊，記載先秦到西漢早期各行各業都能出人頭地，帶市場經濟色彩嘅中國，思想上係百家爭鳴嘅。100幾年後，漢書記載嘅係四民，即係士農工商尊卑分明嘅小農經濟嘅中國，思想係一統化嘅。即係就算係中國文化，都有好驟然不同嘅面貌。我引用呢啲上述嘅學者觀點，實際係想説明一點啫。即係中國歷史文化嘅教育咧，中國歷史文化係唔能夠以